观众朋友，大家好，分享收看客家新闻超支。88太岁所在洋葱嘅屏东家东，乡亲但是系种茶泡如莲雾，也算向5个来落实。在后1年半，许多人都经行黑毛垂跳后复工，也算复用。莫拉克风采带来嘅奶囤茶泡树翕视嘅，重新在个中国要等3到5年，能有好舒适。同时在后奶子改变，茶泡也无能摆按好种嘅。许多细世态嘅老农民，如毛垂跳后复工嘅，有人讲唔抵起价，还等得到5年么？韩家用车5年成本改除，国家许多用车户能摆入去退款来收嘅，更加5毛饲料、添料总可以起价，希望太本钱实在係难唔好。所以我采从路等眼人向下关心家东嘅现况。苗栗以南的地区容易出现有豪雨或大豪雨。连平地也会有像这些局部性豪雨或大豪雨的可能。莫拉克风采，上海南台湾过离开，屏东家东乡乃處樣夫妻馬家，改到5本的選購業，如因為頓的改到奶，而在個學5嘅也係種選購超過困難。家东乡太同永遠兩個村的選購業，認真連變態不本黑。打來嘅改到奶，入到奶入去，嗰所高難高水，選購數也高難挑起，翕手翕視嘅。那些蓮霧都要有種了，都有10來年以上的。當這些蓮霧農過去在種蓮霧的時候，是他們的年紀大概是50、60歲，或者是剛50幾歲，還是中壯年有體力的時候，他們種。但是經過10年、20年之後，可以很穩定收成了。結果一場災難來哈，他們的蓮霧園全部就枯萎。我這因熬個水的時，一年當啊賣40、50萬，有時啊賣50、60萬，有時啊賣30多萬嘛有。逐年嘛有算，阮的食飯攏有夠安就對啊啦，啊即嘛安就無啊啦。一擺風采可以到果農出拍嘢，要重新種果，至少需要3-5年的時間。能做得又甜又好食的選果好雜，馬個就無話要重新開始，實在開鋪超難。啊，這種落2-3年啦，修正咧。是啊。啊，要做3檔咧。啊，3檔你就過好啊，除了啊，殺草本錢才當啊。這世人哦，無利潤無解好啦，趁食飯有啦。有這一年賺20-30萬啦，啊，都按差不多一個月。那按正常差不多一個月，平差不多賺2萬多塊。啊，你學一面或者個屯頭，開要幾10萬呢？整地啊，看那個水管啦，馬達啦，好幾萬啦，10萬以上的。啊，他補助就沒有多少啊，因為地補助你個買毛的5000塊啦，6000塊這樣，啊1萬塊啦，啊你1萬塊一甲地，對不對？10萬，花這輩子就沒有了。因夠遐啦，啊了點無就死啊，對不對？啊了後無嘛無啊多啊，啊無啊多的時，阮就開始種自家地了，擱落囤土啦。啊土囤的，啊大個邊種啊種嘛種袂啥碗呢。啊，個土唔知鹹啊是安怎啊，攏種袂啥，這已經種1年啊呢。要重新種作無按改，風采過後土質改變呢，種起來無像頭擺按順勢，需要特別用心治理、用心顧。啊，伊就會發，啊來繼續一直發起來，一直大起來。啊，伊若唔發，你就無法大定定安啦。今日天橋的阿伯開沙尾，多睇能種落去的選果樹筍，希望趕快上抬頭上狀況。所以就是要綁緊綁，傳緊較緊啦。哦。啊。
啊，原本的土有偌多，土较慢啦。其實也等人路行上好菜葉，有行過度嘅路港中人無除跳中高，中高葉並以鐵房上草打農。种莲雾啊，有的比较老了就没有种了啦。就爸之後，那個土地就讓它荒廢這樣。对啊，我剛才說過了，種了5年了，大收成了，有的老了，等到5年不知道怎樣了啦，哪有用？你看有诶无囤拢啊个草，啊你看我隔壁这拢草，你看，哦啊像迄边迄地，一个老祖人80几岁啊，迄靠我大做这啦。啊你甲想啦吼，伊因迄你要叫佮囤遐，伊敢有收会得？过头80外，敢佮收会得？迄无可能啊啦，嘿啦，啊使讲哦，这介可怜啊，做这拢无法度啊啦。道理啦，讲迄无阴的吼，你无足水的啦，即个无法度啦。各行體兼海巡的蔬菜，用出氣體拜拜水在嘅時節，順勢行過入蔥。一米米規範園的兩擔石板，仲開打造，5年的順勢同亞多就係機下包板、機下前板園。5個呢仲開錄起來，看起來該風涼。在後年版呢，見佢看起來無見面的變好，送飼料的大貨車天天5分的頭前，辦下一台又幾台的飼料。飼料一炸工，更加會很貨量，同北太水之前來比，3股就少為1股。炒減3分之5啊，3分炒少1/3啊。有些都還沒有富養哦。係啊，阮啊入面甲看計濟還未起嘅啊，要得放火。係啊。這樣子對你們的生意也會有影響嗎？係啊。連帶有影響。攏有啊。漸漸有在恢復啊，但是速度太慢啊，快要2年啊。到見雲峰村的用車戶，還係有2到3省無出挑戰過休5嘅。5本呢也搶做得標記房，因為係講無個有效，實在係困難，卡咩人是要長期投資嘅高用車成本。困難呢，就是88歲在重創行動啊，那麼伊就是迄個重創行動，咱伊就無經濟資源都已經無啊，經濟資源無啊，佮加上伊的文化佮幫伊，你若要佮再做文化，要做文化需要去貸款，要貸款嘛無當貸啊，因為過去伊都有貸啊，即擺要佮貸人嘛唔少伊啊。自從88風災以後，確實生活得相當清苦啊，不外乎是出外打工做工。來磨一點點的那個生活費嘛。以養殖業來講，現在官方說法都是70%啊，但事實上當然是沒有這麼多啦。因為一般他們這邊養的是以龍膽石斑為主，那龍膽石斑是一種高收入、高經濟的一種魚種，它從小魚養它養到大魚要3年的時間。那他們在這種當時88發生的時候，也是剛好他們要收成的時候，那他們這一期沒有收到，他們就沒有錢再去種下一期的，所以他們會採取以比較短期的一種魚種來再做復養。雲峰村的陽春5年李淑秀兼併5飼料，經光論在南過後非常時期使用的非常舒坦。水災以前哦，養紅魚1天1餐，給它吃6、7分飽，因為它會等它養會死掉，水災之後啊，缺錢，1天2餐，而且拼命吃，給它拼命吃。然後我還一直跟他說，你千萬要保命啊，保重身體這樣。因為88博太水時節，李淑秀也夫人無算硬體設施，搶係本水打造為5個，就了為1000多萬。伊講搶走的先別落去，人來打算。我養龍膽跟金鐘，係啊，因為那個成本太高誒，有冇？水災害吼卡唔得，唔可以再去給，然後我們就選擇這一個，就是我們可以自己孵，然後省魚苗錢，
什么都自己来这样子，重操旧业。我老公说重操旧业，嘿啊，就跟他再拼一下这样子。更加李叔叔休嘅5月已經有好內位，做得講係應該防嘅。韓國自家有培育5仔嘅技術，算起來韓國比便宜個成本，因為更加唔單淨係5仔起價，飼料也起，佢嘅成本更加多。石斑魚88水災之前5公分魚苗一條魚才不到20塊，現在是38塊，漲了1倍，啊。所以就是負擔的成本都提高了，而且飼料在我們88水災之前才600-700塊一包，20公斤的飼料一包600-700塊，現在已經漲到800-900塊了。那有資金願意承受這樣子的風險的業者，他就養石斑魚；那資金有限的，他只能養金鐘魚、紅魚、五仔魚，因為它的成本比較少。那個魚苗比較低，比較少。用出成本增加很多，就算有財條繼續休嘅人家，也要面對新嘅難題。不本地的河壩水帶來嘅貴多嘅奶，地度有遷到頭擺某位微生物有機質，唔管你嘅生態改變呢，唔係對新嘅環境唔關，就嘅生嘅變冇按到嘅。那个魚池里面我們也有消毒，也有清洗，但是還是認為有一種那個菌在裡面那個魚再養不會像以前還沒有水災那樣比較順就對了。比如說就是會毛病比較多啦。比如說你很好養的魚，現在都會跑出那種，就是說你沒想到的毛病都跑出來。水災之後，它的收成率以前可以收成的話可以5-6成。現在因為88水災之後，那個水質還有底泥的整個環境有改變，一般來講只能2到3成，甚至有的還1成而已。拜風災過後，改到用車夫攞嘅價錢來學嘅，一旦冇退路，也開唔贏唔穩嘅在高浸水嘅風險，上出管體風災之前，囤唔穩嘅徛把哥哥。驚水來啊，水來淹去啊，啥往莊啊，啥掠起來啊，無88水災，逐人淹了去啊，這袂使擱淹第2屆呢。但第2屆，阮這個退飼魚啊，人就愛走路啊，就攏無啊。屯體村的杜太細樽橋嘅奶到也下唔前前去，見落太熱，水處太麻麻嘅，5年也受偏體等。5年嘅太橋啊，全放入塑膠缸啦，一塑膠缸貴嘅，人哋有用排我哋插可能那有高呢，插會橋入些塑膠缸呢，啊用嘅呢搖嘅冇辦法搖，啊人哋我用咩用咧？用儲嘅啦，底下將啲儲比真流。比當我魚嚟真流啦，我哋洗橋，我哋家庭上有所有一件洗泥機，我哋都要對洗橋嚟做。太橋是嘅漁業署邊河專局嚟做嘅啦。汶子1號、2號排水的清淤工作已在去年底已經清淤完成，那中小排已經也完成了約80%，那另外最後一期目前的進度已達到10%，那預定在5月中旬，也就是汛期之前，能夠把它清理完成。会啊，会担心啊。像台风天来的话，这个如果没有清的话，造成水的压力，会造成我们的那个余温的挡土墙会变倒一样呢，所以嘛是一种问题啊。都完全没清过？没有清过。而且我有属于啊，你看那个梅雨季节又来了，我们这边都很提心吊胆呢。嘿啊，就是
政府唯一现在能够让我们安心的，就是把堤防帮我们做好，水沟帮我们赶快清，其他的让我们自己拼啊。拜拜风灾过后重启重建，嘉东灾民最关心的就是身份问题。我有青岛年纪是幼嘅孙高农无材料再过工作，做得工作嘅又还要再过等3-5年，能有高资好数。本前佢厝嘅用出5年，再过休嘅5年，都到资金唔拉，环境唔比得头摆，饲料、天料、经济嘅以下重挑战。無論係農民也係漁民，伊哋面對嘅生存環境，還係個艱辛、個難做。